27講周易第8篇，比水上地下，較量輔助上。水地比，坎上坤下，比吉元世，元永貞，無咎。不迎方來，後夫凶。初六，有夫比之，無咎。有夫迎否，中來有他，吉。六二，比之自內，貞吉。六三，比之匪人。六四，外比之，貞吉。九五，顯比，黃用三區，失前禽。邑人不戒，吉。上六，比之無首，凶。水地比，坎上坤下，解水在地下，水在土地上，構成多種地理環境，例如海洋、湖泊、池塘、沼澤、河流、濕地等。面積深度不同，或靜止或流動，水或鹹或淡，含不同物質，會有植物、動物、昆蟲、微生物。水可以全年或某些時間不乾涸。審視呢啲地理環境，水與地兩者組合有何不同，進而研究是否適合合作什麼發展。比呢個字甲骨文已有，造型係把兩刀相向放在一起作對照，顯示其形狀、構造、功能、長短等特徵有何異同。隱喻為審視事物的差別，亦可比人，例如德行才幹；亦可比事，例如發展變化。周易比篇係提出較量輔助嘅良謀，先經較量去分析人事物嘅質素，不妨選出多個合適者，進行恰當配搭，便能輔助成事。比並非係爭鬥去分勝負、長短、優劣，因為如此只會傷感情，阻礙發展，難以成事。比吉元世，元永貞，無咎。不迎方來，後夫凶。比就係較量輔助，吉得到好嘅事物，元本來出處，世古代用蓍草嚟占卦，元探查追尋事物嘅原本，永係持久，貞係預計，無咎就係沒有失誤，無需從頭查察檢討。不永得，不係未得，寧安泰穩定，方辦法，來從那處到這處，後未能如期做到。夫能夠做到大事嘅人，凶因為無知做不好有危險。解作較量輔助係可以得到好嘅事物嘅。一，仍然要知道事物嘅本來同埋出處。若靠蓍草占卦去隨尋事物嘅原本，作長久預測同埋計算，以為便會有失誤，冇需從頭查察檢討，呢啲係未得安穩嘅做法。結果行事會從那處又到呢處，如無所適從。二就係無法如期做到啦，才找能做大事嘅人嚟幫忙，那就危險啦。因為已經損失時間、人力、物資，甚至機會。世間人事物不可勝數，各有不同。較量係講理性，要客觀，定條件，立規範，並非憑個人嘅觀感，更不應求諸迷信。到咗出錯陷困境，才找能者嚟相助，成效會難理想，甚至無法挽救。初六，有夫比之，無咎。有夫迎否，中來有他，吉。有係承受接受，夫誠信，比較量輔助，之到達，無咎就沒有失誤，冇需從頭查察檢討。有承受接受，夫誠信，迎引致過多而有餘，否容器有蓋嘅，可以用柱敲作擊節。終結束，來從那處到這處，有承受接受，他係與別不同。解作如何較量輔助呢？一，接受有誠信嘅人嚟幫助較量輔助，便能成功冇失誤，因此無需從頭查察檢討。
二成果豐盈有餘，得人激戰讚賞。三行事完結，因為從呢度到那得多方幫助，所以成就到與別不同嘅成果啦。例正初六，雞鳴狗盜也成大事，此微不足道，恰當便幫忙。秦昭王欣賞齊國萬常君嘅才幹，請他到秦國相助。秦嘅相國怕會失去相位，勸秦王殺萬常君，以免他了解秦國後將來反齊會對秦不利。萬常君得知大驚，向秦王寵妃求救，佢要一件白狐皮頭為報酬。可惜呢啲寶物已經送俾秦王之子啦。萬常君又一偷盜鳥骨嘅門下，夜裏扮狗吠，得以進入秦宮偷回寶物。秦王聽從寵妃，放萬常君回國。萬常君知道秦王必定會後悔，於是星夜逃亡。至咸督關時已經夜深，要等明早雞啼才能開關。食客中有人扮雞叫，引得其他雞也啼起來。守衛以為天明開食，萬常君等得以逃離。雞鳴狗盜都係小技，不到用得其所，便能解困了。良謀一，如何較量輔助呢？一，找有能力及誠信嘅人嚟幫忙；二，不用計較得助多少；三，因為從多方面求援，便能夠積少成多，成就大事，但得多方面嘅成果。六二，比之自內精吉，比之較量輔助比，以達到之成功。自本人內裏面精吉，預計有好成果。解作較量輔助以達到成功，係從本人群組裏挑選，預計會成好事。例正六二，各人協力通八達嶺，得自己人支持，容易成事。詹天佑係中國有名嘅工程師，他發明連接火車車卡嘅鈎，方便實用，被世界採用，並特稱之為詹天佑鈎。民國初年，他有感八達嶺山路崎嶇，交通不便，建議興築鐵路。外國專家一致認為地理環境太苛，不宜進行。詹天佑有獨特見解，幸得國人鼎力支持，大得不對艱辛，成功通車，贏得中外讚譽。遇到難題，自家人最緊要能夠同心協力。良謀二，圈子內嘅人可助自己，因一大家相熟，了解對方，容易合作；二不都要選擇恰當，勿被交情所誤。六三，比之匪人，比之較量輔助以達到成功。匪人不相同嘅人，解較量輔助以達到成功，係從與自己不相同嘅人會有更多不同嘅發展，不都要小心保證能夠有成果。例正六三，動道難關，莫計中間。喺危急時，應否顧慮援助者嘅身份？家係我國馳名中外嘅小說，我有提到《列女傳》所記載嘅頑固傻事。《列女傳》認為婦女要謹守名節，原意係好嘅，但提倡嘅做法實係太迂腐同埋不人道。例如，寧願女子葬身火海，也都不被男人救出來，因為女人身體俾男人碰過便係失貞。女子遇溺，男人捉佢手拉上來，他要把這手斬掉。列子2000年前亦都提到，一個所謂君主遇難，佢寧願餓死都不肯吃賊人分給佢嘅食物，怕會沾污人格。佢應該如此設想嗎？保存生命再教化壞人，唔係更有意思嗎？良謀三，不同自己啲人亦都能夠幫助。一，但係要小心，確保能有成果；二係可接受德行未符理想嘅人，不過小心監察提防，自己堅定立場，不同流合污，找機會向佢哋教化。六四，外比之精吉，外係出邊，比之較量輔助以達到成功。精吉預算計劃會成好事，解作較量輔助以達到成功，係從出面嘅人，即係非自己群組裏面嘅人，預計會成好事。例正六四反清革命，
海外幫忙，不要忽視外界嘅援助。反清革命成功，除咗內地忠義人士前赴後繼，海外有心人亦都給予不少幫忙。很多革命人士於海外，例如喺日本結社活動，日本人有參與協助。華僑更不用說啦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國父孫中山先生喺海外鼓吹革命，亦係幸得人解厄。佢於英國活動嘅時候，被當地清朝官員所擒，要暗地解他回國，看似劫數難逃。國父並不氣餒，把求救紙條拋出囚室，有人拾到，立刻通知國父嘅英國朋友。英國政府施壓，國父終能逃出生天，所以應該謹記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梁謀四，圈子外嘅人可以幫助自己，但一，大家要先相熟，了解是否能夠合作；二，如此更多添朋友同埋夥伴。下一講會繼續解說餘下嘅比，並引用3個古今史實演繹比嘅良謀。下一講見啦。